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坦平叔，今天是2025年11月26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当下经济情况啊。现在经济形勢不太好，虽然谈不上是哀嚎声一片呢，但是确實也是寒風瑟瑟，是吧？無邊落木蕭蕭下。今天我在網上看到一篇自媒體文章，這個叫洞察智庫，它是昨天早上發表的，說的什麼事呢？它列出了中國經濟面臨的9大灰犀牛。當然了，這個是一家之言呢。他認為當下中國經濟面臨着9大灰犀牛，我們一起看一看是不是這麼個情況，說的有沒有道理？他說中國經濟正處於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，面臨多重系統性風險挑戰。灰犀牛事件作為可預見、高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，已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不可忽視的威脅。中國經濟領域至少存在9大灰犀牛風險，這些風險相互交織、互相影響、互相作用，若不及時防範化解，可能對經濟金融穩定造成重大衝擊。然後作者就列了9大灰犀牛第一個就是房地產泡沫風險，高房價與流動性陷阱。房地產泡沫是中國經濟最大的灰犀牛風險，其影響範圍廣，破壞力強。房地產泡沫風險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：一是房價持續下跌，導致居民財富效應縮水，消費螺旋式下降；二是房地產企業債務高企，流動性風險加劇；三是房地產貸款占銀行信貸資產比重過高，一旦房價大幅下跌，銀行資產質量將面臨嚴峻的考驗。這個房地產泡沫在5年前你說它是灰犀牛說得過去，你說它有風險也說得過去，但是現在對吧，它已經進行了這個4年多的這個下行，它已經得到驗證了，現在只是說它的影響還沒結束，對吧？甚至有人說還在加速過程中，至少金融機構目前從它的報表看好像還沒受到影響，但這個也要打個大大的問號。所以說房地產的灰犀牛，你還不如說銀行面臨着灰犀牛。按照這個瑞銀的說法，未來2年房價還在現在基礎上跌30%到40%，房地產它怎麼跌都已經不能叫灰犀牛了。灰犀牛是指那些還沒發生的嘛，要發生但是還沒發生，這房地產已經發生4年了所以說它是一個已經確定的風險。那第二個呢，說地方債務風險，隱性債務與流動性危機。地方債務風險是另一個不容忽視的灰犀牛。截至2024年末，中國政府全口徑債務總額92.6萬億，包括國債34.6萬億，地方政府法定債務47.5萬億，地方政府隱性債務10.5萬億，政府負債率68.7%。儘管官方表示中國負債率處於合理區間，但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風險仍值得警惕。地方債務風險主要表現為：一、部分地方政府通過城投平台等渠道違規舉債，形成隱性債務；二是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，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不穩；三是部分地方政府債務期限結構不合理，短期償債壓力大。2023年全國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餘額14.3萬億元，到2024年底已降至10.5萬億元，但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需不足等因素影響，地方政府稅收收入增速放緩，短期流動性如中長期償債可持續性仍繼續觀察。他這個說的倒是這麼個情況地方債，我覺得地方隱性債務是個雷。它這個雷的表現主要在哪兒呢？就是說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到底有多少，這是個謎。去年出了一個10萬億的化債方案，到底能解決多少問題？也就是說你家底還沒摸清楚，你到底欠多少錢不知道，那你說對吧？你能出台什麼方案能根治呢？能解決呢？能緩解？隱性債務它不在那個政府負債那個表裡面，你是看不到的，恐怕也很難統計。我覺得雷主要是就是說对這個債務規模不清楚，這個確實是個灰犀牛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地方債爆雷的還少嘛，只有貴州、雲南幾個地方，後來就沒聽說了嘛。所以這個灰犀牛一旦出問題這個影響也深遠了。我理解就是說實際上很多地方恐怕就已經處在爆雷和不爆雷之間了。畢竟很多地方恐怕公務員的工資都發不出來，有欠發達地區已經發不出來，就是珠三角、長三角據說也是很難發，這不都是跟這個地方債有密切關係。所以前一陣子在搞什麼3資3化改革，所以泥巴才能賣出金子的價格所以对吧，才可以把低空的那些這個使用權出賣。還有我看還有政府把路燈權出賣，這不就是說明地方債对吧，火燒沒
毛啊，没辦法。第三個灰犀牛說國有企業高槓桿風險，債務負擔與效率低下。國有企業高槓桿率是中國經濟的第三大灰犀牛風險。2023年12月末，我國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率為 64.6%， 較2022年上升0.2個百分點。國有企業槓桿率長期高於國際警戒線，且集中在煤炭、建築、社會服務等重資產行業，形成明顯的脫實向虛的傾向。國企高槓桿成因複雜，一是國有企業承擔了大量基礎設施和社會服務職能，投資規模大；二是部分國企預算軟約束，過度依賴債務融資；第三是國企改革深化不足，盈利能力下降，難以通過經營性收入償還債務。他这說的都是没毛病啊，这國企的这個通病啊。實際上我們簡單的說，也不能那麼絕對，你知道吧？就簡單的說，國企就相當於政府的另外一個錢袋子，它另外一個口袋。本來這個國企如果幹得好的話，還能賺點錢，但現在國企承擔的功能，對吧？它承擔着給政府融資，幫政府擔保貸款，幫政府刷地，對吧？你那個地賣不掉，那國企去拿呀，拿完之後押給銀行，從銀行把錢貸出來，這樣政府地就賣出，政府就拿到錢就能去發工資啊。所以國企它承擔這些功能。還有啊，比如說這個很多當地的重點工程招投標，它的指定啊由國企拿，國企拿到之後再分包給下面的其他的國企，再分包給民營企業，就是具體幹活的。為什麼讓國企拿呢？一個是融資，第二個卡一道油。但是由於國企，對吧，正因為承擔地方政府的融資功能或者部分承擔嘛，那就會導致什麼呢？很多地方政府重大工程，对吧，他沒錢，他欠國企的錢，國企就欠下面錢。如果大家關心胡適的話啊，應該知道，尤其是東北啊，很多這個國企的上市公司啊，對吧，被大股東占用資金，它不就是這麼來的嗎？大股東不就是國資委嗎？為什麼占用資金啊？這種報道非常多，對吧？導致還有的上市公司要退市。大家可以看看那個中國建築，還有什麼中鐵什麼幾局啊，你看那個他的負債，他的應收賬款，那都高得嚇人。誰欠他錢呢？你說誰欠中國建築的錢？他們承建的啊都是重點工程，他的應收賬款向誰收啊？他應收賬款收不回來，他欠下面供應商的錢，他怎麼給啊？不一級欠一級嗎？國有企業高槓桿就這麼來的。哎，這個確實是個灰犀牛啊。恐怕有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要裁員，甚至有的要破產重整。跟建築相關的國有企業很多都實際上已經開始啊變相裁員停擺，發一個月1000多2000塊錢工資，讓你回家待着，不就跟裁員一樣嗎？第四個灰犀牛就是影子銀行風險，規模擴張與監管套利。影子銀行作為傳統銀行體系之外的信用中介體系，其規模擴張與監管套利構成了中國經濟的第四大灰犀牛風險。2025年，中國影子銀行總體規模突破85萬億元，較2020年增長近40%。影子銀行通過資金池到資產池模式、剛性兌付等手段，游離於傳統監管框架之外，極易引發系統性風險。影子銀行風險主要體現在：一是產品嵌套複雜，底層資產風險度量難度大；二是與傳統銀行體系風險關聯度高，容易形成風險傳染，也是導致系統性風險啊。三是部分機構以普惠金融為名行龐氏騙局之實，欺詐投資者。2025年一季度，銀行不良貸款轉讓規模483億元，但平均折扣率降至4.1%，本金回收率僅為6.9%，反映出影子銀行資產質量存在隱憂。那這個大家都知道啊，各種龐氏騙局，各種 P2P 的吧，各種打着這個理財、財富公司這種旗號的，還有在銀行表外，對吧，運行的這些，隨着經濟下行，隨着泡沫破裂，這些最終啊都是要破裂。第五個就是人口老齡化風險，勞動力萎縮與養老壓力。人口老齡化是中國經濟第五大灰犀牛風險。截至2024年，中國60歲以上人口已達3.1億人，預計到2035年將突破4億人，老齡化速度遠超主要經濟體。歷史經驗，2025年將進入中度老齡化社會，60歲及以上的人口比例接近22%。人口老齡化風險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：一是勞動年齡人口持續減少，2025年勞動年齡人口15到64歲的將減少至9.2億，占總人口64%。2020年為68.5%，每5個年輕人需養1個老人。二是養老金體系面臨壓力，第一支柱基本養老保險積累遠超第二、第三支柱，呈現一枝獨大格局。三是醫療、養老等公共服務需求激增，但供給不足，社區適老化改造需求超過1.1億戶，但當前供給遠未匹配需求增長。這個說法就有點這個值得商榷了啊！一個人口老齡化，這個是可
可預見的，就事實就是這樣，一直在老齡化，那它就不叫灰犀牛啊。勞動力人口在下降，但是我們明年有1270萬大學生找不到工作，所以勞動力人口下降不下降問題也不大，核心還是你的就業崗位少。你勞动力人口如果不下降的話，還是10個億，有什麼用呢？你安排不了他工作，是不是这個邏輯啊？我們頭疼的是明年有1270萬大學生畢業，你怎麼安排他們？你怎麼提供工作崗位？第三個就是養老金體系，我覺得這個倒不用太擔心。養老金體系是分蛋糕的事情，分蛋糕什麼意思啊？蛋糕有，它是不捨得分不均，對吧？這個問題一定要搞清楚啊。我們是第2大經濟體啊 ，GDP 還有5%的速度在增長啊，財富是有的啊，不是說養老金不夠，對吧？是你分的不對，大頭分的太多，浪費的太多，無效投資多，那些大山裡的宏偉工程，那些什麼大橋倒在河裡面，不都浪費了嗎？大山裡的宏偉工程修的是好看，但是你没有經濟價值啊。所以我覺得養老金問題不在乎它缺錢，而是分的不均。你把中石化、工商銀行，对吧？這些能賺錢的國企，你把它股份劃撥給社保，你就他們產生的利潤也能給社保這個帶來很多這個，對吧？資金。所以說來說去不就是分配的事嗎？這一刀多切一點還是少切一點，對吧？你手上拿了那麼多的錢，大頭的錢往哪兒花的問題，沒有好好花，浪費了。第6個灰犀牛，他說出生率斷崖式下跌，人口結構失衡。這個同樣啊，跟那個老齡化是一樣的，這個不叫灰犀牛，這個是板上釘釘的，你能算出來的。如果你願意的話，你甚至可以推算出未來10年人口出生率，对吧？能出生多少人？政策也很難對它產生什麼變化改變。出生率斷崖式下跌是中國經濟第6大灰犀牛風險。2025年出生人口預計850萬至920萬之間，較2019年1465萬下降近40%。育齡婦女規模斷崖式下跌，2025年適齡生育女性人數將比2020年減少3200萬，降幅達28%。有專家指出生育成本已超過家庭承受閾值，政策激勵難以逆轉趨勢。這沒毛病啊，就是你出什麼政策沒什麼太大的作用。出生率下降將導致人口結構失衡，一是421變成8421的家庭結構，獨生子女家庭占比超40%，失獨家庭數量突破200萬；二是區域分化明顯，東北地區黑吉辽出生人口跌破20萬，總和生育率低至0.7，而華南地區如廣東雖有流動人口聚集，出生人口也較2020年下降40%。三是人口自然增長率或連續3年為負，2025年死亡人口可能突破1100萬，超過出生人口。這個我覺得這個新生兒下降導致主要是消費，這個大家都知道，一個小孩的消費那簡直，對吧？這是主要的這個消費大戶啊。你家裡多個小孩，那你的消費就是成倍數增長。所以說新生兒下降主要是導致消費更加低迷，從幼兒園到小學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學，对吧？這個各種課外班輔導班，各種服裝吃的喝的都得，你人少了嗎？你想想這個對經濟的這個抑制作用也很厲害，多少幼兒園倒閉啊，再往後多少老師要下崗，對吧？多少小學初中要關門，再往後大學，你想現在是1270萬大學生畢業，你現在新生兒才多少啊？800多萬，不到900萬，你往後還要少。也就是以後啊，小孩全上大學，那大學還空着呢，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個很多大學老師也得下崗，很多大学要合併，對吧？但是這個不能叫灰犀牛，這個是大家都能預見到的，板上釘釘的。灰犀牛是突發嘛，對吧？第7個是貧富差距擴大，社會不穩定因素。貧富差距擴大是中國經濟的第7大灰犀牛風險。有研究指出，未來經濟學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關於收入不平等，這是懸在全球經濟頭頂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。近年來貧富差距持續擴大，不僅影響社會穩定，還可能成為觸發一系列黑天鵝事件的誘因之一。貧富差距擴大的表現包括：一是財富分配不均，高收入群體財富增長速度快如中低收入群體；二是城鄉差距、區域差距、行業差距呈擴大趨勢；三是教育資源配置不均，加劇了代際傳遞不平等。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，2024年基尼係數已超過0.45，高如國際警戒線。貧富差距擴大，這個確實全球都一樣，尤其是在人工智能 AI， 對吧？未來就是說，由於人工智能普及 ，AI 的普及，機器人普及，工作崗位越來越少，但是資本投入，对吧？資本的收益不會減少。你比如馬斯克，人家只要達到目標，他就有1萬億美元的收入薪酬。但是隨着這個機器人，對吧？還有人工智能，他的特斯拉呀，他旗下那些公司可能崗位在減少，所以
你看看啊，有人工智能，有技術發展、科技發展，財富更向極少數人集中。但是啊，對我們來說情況又不一樣。也就是說，馬斯克這種情況是一種高級形式啊，他畢竟還是在市場經濟下取得的。那麼他們就通過什麼呢？通過2次分配、3次分配，对吧？捐贈，他們有他們那一套來解決這個問題。他們可以通过國家這種保障體系，確保金字塔底部的，對吧？就是那些沒有工作的人有一個體面生活。我們這就不一樣了，我們一是社保體系不完善，農民現在還在100多塊錢一個月。我們用這種社保體系來應對以後的技術、人工智能發展，這個是顯然有點這個吃力啊。我舉個例子啊，你看那個百度的叫蘿蔔快跑出租車，你知道這玩意好不好？從科技發展來說，這太好了，对吧？就應該要無人出租車，它更安全，效率更高。但問題是，很多出租車司機就要下崗，沒車可開，那他們怎麼辦？你有什麼機制，對吧？能讓他們吃上飯，這就是問題啊。第二個問題是什麼呢？我剛才說了啊，這個馬斯克這種現象，人家是市場經濟，對吧？你做到了 KPI 什麼達到了，人家董事會給他的獎勵。而我們這個富翁呢，很多是為富不仁，就是他那個富啊有問題，他是婆羅門，對吧？他是权錢交易，他并不完全是市場經濟富起來的。有的啊是歷史原因富了，那咱也不說了，對不對？但是他還為富不仁，這是一種人啊。你想一想吧，這種人多的是啊。就是他是趁着當年改革開放，是吧？那個時候公司，對吧？也搞不清楚，很多國有企業私有化，很多人中飽私囊啊，發起來，那是那個時代啊問題。即便不追究啊，但是那你得繼續為社會做貢獻啊。不是的，這些人把錢捲到海外去了，這是一種啊。還有就是婆羅門，對吧？權貴，他們賺出了大量的財富，這個有各種各樣的形式，對吧？婆羅門，你比如說縣城婆羅門，他通過包工程，通過，對吧？揽一些業務，那錢就到他手上去了。還有一些人呢，通過自己跟誰勾結，對吧？搞個公司上市，割韭菜，實現這個財富自由，然後留下一地雞毛讓大頭來處理，對吧？還有像這個許老板這樣的，犧牲他一個，幸福全家人。也就是說，我們很多富翁是這種貨色。如果是真的憑自己實力，對吧？憑市場經濟，哎，那個他再有錢，我們應該鼓勵，對吧？給他鼓掌。但是恰恰很多不是這樣的，是通過各種非法、違法、鑽漏洞、各種壓榨員工致富的。你這種造成的貧富差距擴大，那就容易導致這個社會對立，對吧？各種拉仇恨。你是真的通過自己的雙手，通過自己的這個大腦，你賺錢的，那大家給他鼓掌，他還提供了好多工作崗位呢，對吧？所以說啊，貧富差距擴大，東西方都一樣，全球都一樣，但是他是這個擴大是怎麼擴大的？人家馬斯克通過自己技術，通過自己的理念，對吧？人家擴大了，那是他的能力本事，那是他創新。那你這邊擴大是靠權錢勾結擴大的，那只會拉仇恨，所以性質不一樣啊。美西方貧富差距擴大，但是好像沒說美西方社會不穩定，因為美西方的老百姓他心裡門兒清啊，你就沒人厲害的吧，人家就是能。那咱們這就不一樣了，咱們這人人的不服氣，是吧？你不就是貪的多嗎？或者你是吧違法犯罪的幹得多，你賺錢了，你有什麼厲害的呢？所以說這個你貧富差距越大，越導致大家心裡不平衡，越容易對立不公平。所以說啊，我們也不是一味的說啊排斥富人，你是合法手段賺的錢呢，那不得給他鼓掌嗎？要鼓勵，對吧？只有這些富人才能創造更多的崗位，才能拉動更多的就業，才能先富帶後富。但是畢竟有很多富人他這個錢來路不正啊。第8個就是人工智能就業衝擊，技能鴻溝如結構性失業啊，這個大家都知道了，對吧？這個不管是咱們全球都面臨這個人工智能衝擊。剛才說了那個百度的蘿蔔快跑，對吧？出租車就是一個例子啊。實際上現在人工智能很多在什麼客服啊，在一些很多行業裡面都已經在大規模應用了啊，那確實對這個就業衝擊不小。人工智能就業衝擊是中國經濟第8大灰犀牛風險。AI 技術發展將對就業產生替代效應。研究表明，76.8% 的就業人口會在未來20年內遭到 AI 的衝擊，尤其是在低技能崗位領域。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預測，到2030年，約60%職業可能被自動化替代，將有7500萬到3.75億工作人員需要轉換職業類別。AI 對就業的影響具有明顯特徵：一是替代效應大於創造效應，短期內可能導致結構性失業；二是替代效應主要集中在低技能崗位，如製造業、建築業、服務業中的基礎崗位；三是替代效應存在區域差異，核心城市因人口流入支撐
改善型需求，而3、4線城市因人口外流和產業空心化面臨更嚴重的就業衝擊。沒錯啊，但是這個我覺得人工智能對就業的衝擊啊，這個確實增加了就業困難。但這個我剛才說的啊，就是還是靠社會保障，對吧？靠2次分配、3次分配來解決。因為科技發展是個趨勢啊。馬斯克說了啊，是不是過20年人類就不用工作了嗎？這是好事啊。人類為什麼要工作呢？我們要想這個問題啊。我們工作是為了賺錢養活自己。如果說你不工作也能養活自己，對吧？政府給你發錢，那為什麼你還要工作幹啥？機器人替你工作，對吧？然後創造財富，大家都能分配，這不是好事嗎？所以問題就在這分配了啊。第9個，技術封鎖與產業鏈安全風險，自主創新壓力。技術封鎖與產業鏈安全風險是中國經濟的第9大灰犀牛風險。近年來，部分發達國家對華技術限制政策不斷升級，特別在芯片、人工智能等領域，試圖遏制中國技術發展。技術封鎖不僅影響當前產業發展，更可能形成產業鏈斷層，威脅經濟安全。技術封鎖風險主要表現在：一是高端芯片依賴进口 ，AI 芯片產能性能落後國際主要水平；二是關鍵技術領域存在卡脖子問題，如光刻機、EDA 軟件等；三是產業鏈供應鏈安全面臨挑戰，部分領域存在斷供風險。這個第9個灰犀牛，主要我覺得啊，不在於技術卡脖子，也不在於制裁。我覺得這個第9個灰犀牛應該是供應鏈和外資的撤離，供應鏈的外遷，這個是灰犀牛，對吧？這個也就是加劇啊，就實際上外資在外流撤離，還有這個產業鏈外遷，这實際上從幾年前就開始了，後面是不是會加速？就跟房地產一樣的，我覺得這個倒是一個比較大的風險。還是說，外資穩住了，並且還在回流，對吧 ？FDI 在增加，直接利用外資額，對吧？見底回升，這個是個重要指標啊。技術封鎖和制裁，這個也得看看什麼情況。日韓，對吧？為什麼沒有技術封鎖和制裁？對越南有沒有技術封鎖和制裁？對印度呢？有沒有這種技術封鎖？有沒有這種高端芯片不讓賣？好，這個就是叫洞察智庫啊，它羅列了啊中國經濟面臨的9大灰犀牛。我覺得基本上說的都是事實啊。這個灰犀牛有的已經驗證了，对吧？有的恐怕這正在來的路上，這都是一家之言呢，對吧？實際上灰犀牛還有很多，比如地缘衝突，對吧？這個誰也說不好。比如說啊，這個有錢人越來越沒有安全感，就是剛才說的啊，這個貧富差距一大，這個對立的情緒就出來了，各種矛盾突出。那有錢人呢更想着跑，換成美金潤，這些有錢人都跑了，你留下的就是窮鬼杀惡鬼。有點想法的，对吧？人才也想着跑移民，這都是損失啊。無論是從人才啊，還是從資金外流的速度和外流的規模，恐怕咱們還是在全球遙遙領先呢。再比如啊，中美之間的貿易戰，那麼有可能導致其他國家也會跟進學習效仿特朗普，对吧？紛紛拿起這個關稅武器啊，那這個對咱們來說都不是好事，因為咱們是制造業大國，對吧？是出口大國，咱們跟哪個國家啊，恐怕這個除了美國啊，其他大部分國家我們恐怕都是第一貿易大国，对吧？你比如俄羅斯，咱們肯定跟他是排第一，烏克蘭咱們還是排第一啊，对吧？你看很多国家我们不是第一就是第2吧，前3名，第一的多啊。也就是所以說，如果每個國家都拿起關稅武器，你說那吃虧的肯定是咱們呢，對吧？這也是灰犀牛。正如作者所說的一樣啊，這些風險啊是相互交織、相互作用，但是要想化解，每一個都不容易，有的是化解不了。你比如人口下降、人口結構性變化、老齡化、新生兒、断崖式下跌，這些你很難解決。你不是出台一個措施馬上就能扭轉，因為這個你可以從日本、韓國、美西方，對吧？找到經驗。那現在據說連印度、越南人口出生率都在下降，可見啊，這經濟稍微發展一下，人就不想生孩子，就覺醒了。這個也是通病之一啊。雖然各有各的原因，但这也是通病呢。所以有的灰犀牛你解決不了，有的灰犀牛正在解決，好像效果也不好。你比如房地產，你比如說這個地方債、影子銀行這些東西都在解決，但是效果啊，這個很難令人滿意。有的似乎也不是問題，就看它解決不解決，有沒有這個決心。你比如說這個社保，對吧？你比如說這個人工智能導致的就業，這些東西都是需要你搞一個強大的社保體系、保障體系，對吧？讓這些有人工智能競爭導致下崗的人，對吧？大家還有一個體面的最低的生活。總體上看啊，這個還是偏悲觀啊，就是壓力比較大。好，這期節目啊，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、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